製作憑證 voucher。現時香港有好多公司入數嘅時候需要列印憑證作為員工記帳證明，你可以列印 MYOB 嘅憑證報表作為入帳證據。記入支出之後，例如係交電費，需要列印憑證作為證明嘅話，請先到報表索引，選擇憑證報表，然後撳選項。喺自定報表視窗嘅記帳類別欄，選擇支出。撳顯示之後，就會出現憑證報表。報表嘅格式同外觀同日常嘅憑證非常相似。